嘉义县时代的人口比例是全国上界悬的，而且18乡镇内面有超过700间的公庙。若准有宗教活动的时阵，真侪时代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人，拢需要无障碍设施。县政府这2年配合宗教团体补助无障碍设施，按算今年底以前，总共会有300间公庙会当来完成无障碍设施。坐轮椅已经25档的陈先是讲，以前一个人上庙时，上侪敢若有法度到庙埕，即马总算会当够入去庙内底拜拜。我受伤安尼25档啊，拄头仔开行入去庙内甲神拜，感觉真好。嘉义县政府补助庙宇设置无障碍设施，去年已经有160间完成，按算今年会当到300间。希望行动无方便的民众甲实大，要去庙内底拜拜，会当更加方便。我感觉食老了吼，安好命啊，讲实在吼，有时啊心灵是一个足大的安慰，包括入拜拜，我感觉是原来会较平静。所以我感觉无啊，嘉义县的老师大遮尔啊济，啊嘛有足侪人拢坐轮椅，行动无方便。过年拢只老人用到，所以唔得来坚持来做。嘉义县政府先针对人较侪庙来设无障碍设施，一寡空间较下，也是高级的庙宇，嘛用活动式的无障碍设备，希望行动无方便的时代甲民众，宗教信仰的基本权益会当受到保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